20年嚟，佢經常去睇醫生，住喺醫院，做放射性治療，血壓經常係失常，時時頭暈，身體係冇力。喺正常同不正常嘅身體狀態之下生活，係經過咗20幾個嘅春天。不過蘇恩佩冇因為咁嘅緣故而放棄生命，佢對死係咁樣嘅接近，使佢更珍惜生命嘅每一刻。佢亦都深深嘅覺得人嘅有限，使佢同佢所信嘅神有更深入嘅親近。佢深信只有靠着從上而嚟嘅能力，先至能夠使咒詛變為祝福。1972年，蘇恩佩健康又再次極度嘅惡劣，佢由新加坡返嚟香港休養。任弱嘅身體、死神嘅壓迫，並唔係佢嘅關切對象，佢卻係敏感到呢一個急劇轉變嘅城市同埋瘋狂嘅罪惡，睇見青年人吸毒同埋被物欲所掩蓋，佢唔停嘅求問神：主啊，我能夠為呢一個城市做啲乜嘢呢？突破雜誌就係喺呢一個情況之下產生，為呢一代青年人尋找正確嘅人生方向同埋價值觀。佢同一班志同道合嘅年青人一齊就開始突破呢一個運動，以文字、輔導同埋影音幫助香港嘅青年人。